Our next performance is the Duncan Dance by Mary Stano. And Five Faces of Love. These dances are adaptations of the original Isadora Duncan choreography.
人时髦啦，紧啊啦，后壁佫一个节目了就要开始摸。这个哦，还袂买迄个老袂体的人哦，较紧买哦，这个机会真少。台北、旧金山来回机票，长荣跟中华各提出一份。啊，佫有电视机啦、收音机啦，啊，一寡礼物咯，拢40块以上的啦，包金满意。较紧哦，买较紧哦，这个最后有机会哦。下面啊，咱请这个所有迄个商会的理事出来一个好不？啊，佫林秀琴、陈凤仪，啊，佫向才荣，还有那个朱环小姐出场一下哈。当我请到这个四位小姐呢，头一位呢，我要介绍客家小妞林秀琴小姐，啊，好，谢谢。再来呢，台湾小妞陈凤鸣小姐。陈凤鸣比较我会介绍，她是国台语歌曲第1届比赛的第2名。多少落去呢？向小姐，外省小妞。上了班呢，就是咱即摆台湾啊，上注重的原住民朱婉小姐。是不是各位用你们的那个母语哦，跟各位问候一下好不好？来，首先由客家小妞用客家话来跟我们，好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唱歌人今本日按负责大家做乡下唱歌跳舞哈，真欢喜。祝祝各位身体健康、快乐、健忘，安子生。好，接下来台湾小妞陈凤鸣小姐。各位优秀先生，大家好！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大家大发财，身体健康。多谢。真心玉仪向小姐，来。各位先生、各位女士，你们大家好。祝你们新年快乐，龙马精神，身体健康，谢谢。接下来原住民朱祝涵小姐用那个母语啊说一下Idakanadangin, mungkas tatoy ini, sayang bulan no sengseng, karena sayang biar tak nampak, sakya musa malukan kan sudah. 好吧，很多人没有人听得懂。来，我听得懂，我来解释。伊甲咱讲啦吼，讲今日真欢喜，大家来这参加这个商会啊吼。以后吼，若有时间哦，非常欢迎来参加我们的台湾商会。各位哦，最后敬祝各位身体健康。对不对？我是唔知啦，我是话讲。来，今晚请这个哦，台湾商会的全体理事来大合唱。同时吼，这条我手表能讲，你就来摸菜呀吼，要来摸菜呀吼，赶紧来。这个老板这个人赶快买，赶紧买吼，5块不嫌少，100块不嫌多吼。来。